行政院核定的国家基建整体发展方案，按算2026年要达成台语家庭4万户的目标。文化部11月底也推出台语家庭计划，这家庭成员会当透过申请参加到这课程活动累积点数，上尾还有奖励金。学者甲民间团体拢认为，用鼓励方式来引导民众学台语，而且是对家庭来做起，对提升母语意识是有正面的帮助。 父母陪伴伫囡仔边仔做伙读台语绘本。这几年，不管是政府也是民间，有举办哪济台语课程甲活动。也若文化部伫11月底也推出台语家庭计划，鼓励更较侪家庭来参与。民众会当伫网站注册，透过参加台语课程活动，累积点数，就会当加做台语家庭。上尾会有500块到1800块的奖励金。 因原本可能无意识，还讲有即个奖金的吼，还是讲奖励金真好，我会当来参加。即个阶段，咱拄好要去做即个台语家庭的即个阶段，我感觉这是真好的一个帮助的方法。 学者表示，这届计划以家庭做单位是真好的起点，因为对囡仔来讲，熟悉世界上主要拢是透过厝内底的人互相交流。 这个计划甲台语家庭分做2类，若是民众无一定会晓讲，毋过想要重新学台语，就属于台语学习家庭；也若平常时就有实际用台语沟通，就属于台语文化家庭。民众会当根据家庭分类，选择适合家己的课程活动来学习。干那2个人做一个单位尔，2个人就会使啊。所以讲，基本上伊要踏入来迄个，伊迄个等于讲做迄个阶段，其实是。 足简单的，足简单，2个人就会使嘛。你处理2个人讲，我想要来开始来做这件代志，伊较好入来，较好入门啦。民间团体表示，台语家庭的申请2个人就会使成立，是真好入门。学者认为，台语家庭计划用鼓励的方式，甲一寡少年父母相招入来，做伙学习台语，对提升母语意识真有帮助。记者张家佳、谢桂林台北报道。